市區線中國際列車 Q-Train 今日正式於荃灣線投入服務，吸引大量鐵路迷去荃灣站朝聖以及乘搭頭班車。亦有部分鐵路迷接受現場記者採訪，有鐵路迷向記者表示，荃灣線 Q-Train 首航真的很興奮。喺荃灣站荃灣線往中環方向月台，一早已經逼滿咗大堆前嚟等候中國際列車首航嘅鐵路迷。當 Q-Train 入站嘅時候，大量鐵路迷同時歡呼。最終 Q-Train 於10:55由荃灣站開出，前往中環。而 Q-Train 今日做咗2轉來往荃灣及中環嘅服務之後，就收車返廠。巴鐵新聞台記者 YT907 Studio 報導。